第一，為什麼今天中共大大小小官吏前赴後繼地出現貪腐？原因中共官僚體制臃腫，人浮於事，官員打卡，上行下效。11爺爺上台以來大玩形式主義，打卡、浮誇之風盛行，即法治社會必然會受重創，形成全國貪腐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根本。今天香港大陸化，回顧1966年李澤鉅被張子強集團綁架，勒索10.3億，成哥哥馬上付贖金。事後有記者問為什麼不報警先？成哥解釋，因為最初不聽朋友勸告請保鏢保護，是自己錯。自己的錯成為匪徒綁架的巨大誘因，即是香港人精神，錯就要認，打就企定。成哥只好馬上付贖金。第二，2022年8月修改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代替2007年8月舊版的《反壟斷法》，其重要修改內容係加重罰款，另外清楚定義什麼是國內經營者，然而卻沒有清晰界定國內之經營者，即包括外國註冊地是否一視同仁。第三，毫無疑問，香港基本法完全獨立於反壟斷法。當然鄧小平不是神，冇可能預測到今天中共出了個阿斗11爺爺及其4人幫業種。鄧小平又怎會想象出今天香港會出現富豪家族們通通用腳投票的難堪局面？成哥賣巴拿馬港口事件更令香港富豪對香港完全失去了信心。鄧小平可曾會預估4人幫業種不停向11爺爺灌迷湯、唱好、訴說皇帝的新衣，滿足其好大喜功、不學無術的自卑心理？第四，究竟香港基本法刺中4人幫業種的要害是什麼？就是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獨有一國兩制內容，正正代表香港普通法的靈魂精神，天衣無縫地拒絕中國大陸法系法律管轄。今次對4人幫業種來說，發現香港基本法有很多不足，係急需補充國家憲政立法制約和管轄。那麼唯一辦法就係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前湯大狀一句話令香港仔非常認同，法律只是 common sense。唯一就是小市民不像律師、法官等太清楚和了解法律條文、成文法成分和細節等等。香港仔座右銘：萬事萬物一理通百理明。轉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基本法予以憲制性的保障。基本法第2條、第19條及第85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一，4月15日是香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有些媒體形容夏寶龍視像會議的講話乃向美帝關稅戰的戰鬥核文，而一些中共文宣文否僭越國家法律，定性關稅戰為戰爭行為，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即係個人、公司、團體等等必須服從中央命令。第二，令人震驚，夏寶龍言下之意，暗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跟隨中央對美帝實施對等關稅，即香港取消零關稅。4人幫業種逼人愛國比反共反華更無法無天。猶記得8964國務院向北京全市發出和實施戒嚴令，海外反共反華誤導世人，說當日人大會議審議出席法定人數不足，因此64戒嚴令不合法云云。第三，為什麼今天中共官吏前赴後繼地貪腐？究其原因係中共體制臃腫，人浮於事，官員打卡，上行下效。11爺爺上台以來大玩形式主義，浮誇之風盛行，即法治社會必然受重創，形成今天全國貪腐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根本。第一，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
即是實事求是、辯證唯物，社會階級在變革，毛澤東槍革命進行到底。今時今日阿 Q 黨仍僵化守舊，認為來往資本陣不可逾越底線，資本開放但有紅線，又如何？即是我們只要準確拿捏資本開放的利與弊。第二，增強外資信心，學習香港簡簡單單稅費，增強政府部門效率，賦予香港司法法律仲裁外資企業在國內的任何商業糾紛和上訴機制。第三，37萬億美元國債，即龐氏騙案滾存，美帝每天要還利息20億，特朗普向全球進口美國關稅大幅平均加30%，令人瞠目結舌。然而這是全世界千載難逢機會送美帝一程。為什麼？原因好簡單，即使全世界產業生產力回流美國，那麼高昂供應鏈、人工貴生產成本、產品結構超高成本等等，美國商品出口如何跟人家競爭？何況這是對等關稅。俄烏戰爭開始，西方國家政客、反動派戰略目的非常明顯，即是不惜人力物力大打代理人戰爭，目的好死俄羅斯。當時香港仔呼籲俄羅斯必須動用戰術核武器，西方國家不會為烏克蘭跟俄羅斯同歸於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